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6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根据统计，台南市今年应该爱接受检验的机车大约有90万台，结果阁有20万台也未完成定检，依法会当处罚500块至6000块。环保局就呼吁车主要赶紧完成定检，除了会当了解车辆的状况，阁会当减少空气污染。根据环保署公布最新的数据，台南市机车高检率81.62%，已经是全国第一。环保局进一步表示，只要无定检的机车，依法当罚500块以外。为落实立行停机车污染的检量，只要拄到拦检无合格，卖掉马上各罚处分，并且依照车辆超过8M 标准的数字管价，处1500块到6000块不等的罚款。依照空法的规定，机车出厂满5年之后，每年都要做定期的检验。那今年台南市大概有90万辆的机车需要完成定检，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有20万辆还没有完成。那呼吁民众尽快来到各地的这个机车定检站完成定检。如果超过时间没有完成定检，依法可以处500块的罚款。那如果你来做定检之后呢，发现不合格，那在1个月以内也需要来完成复检，否则也是会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处1500块的罚款。那目前台南市有在针对就是路边拦查2行程的机车，那依照我们目前的做法，我们只要在路边拦到2行程机车检验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会依法来做处分。另外，环保局嘛指出，将对老车的汰换补助直到明年为止，呼吁市民爱量早申请。环保局目前也有提供2行程机车的一个汰旧补助，那机会有到明年那所以是请那个有意申请有意汰换2行程机车的民众尽早把握。环保局强调，机车排气的检验是免费，车主除了当接着检验检查车辆的性能较正常，延长机车的寿命，卖当减少空气污染。所以呼吁也未检验排气的车主，爱尽速到定检站完成检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要感谢所有帮助过台南启智学校的善心人士，以及辛苦的老师甲努力的学生，台南启智学校向台湾创意金属公司用成本价订做150只爱心金刚。这爱心金刚不但造型特殊，而且也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只造型缘投又搁制作有路的爱心金刚，是台南启智学校甲善心企业台湾创意金属公司合作，为着要赠送予今年度的善心人士以及台南启智学校校园内底的老师甲学生所制作出来的，要感谢并且勉励大家继续兴盛，继续打拼。感谢我们林校长给我们公司这个机会可以趁这个机会表达我们对这个学生的这些关心。然后对这个社会可以多做一些事情，那也将我们的所学这个钣金业在这个文化创意上，用这个方式呢，给学生或者企业呢更多的一些关爱这些学生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肯定那基于我们也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很乐意，然后跟我们林校长再次一直长期以来的一个配合，然后再延续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关爱。台南启智学校的家长会长也亲自到现场，并表示，这个爱心金刚，让人看到会当充满力量。校长的现在的热心，我想南志一定会像这个无敌铁金刚一样，他不会遇到挫折，然后就萎缩，
像金刚的那个力量，从事于在社会上，会减轻社会上的一些负担。这款爱心金刚分做3种色，也代表了无同款的意义，要互无同款的对象。这个爱心特教金刚，那颜色上面呢，我们也经过了考虑，来分了3种颜色，有黄金色、有红色跟蓝色。黄金色的话呢，就是要颁发给这些善心人士或是公司企业主。好，那黄金呢，代表的就是呢财富。那让这些善心人士呢可以发大财，他可以来挹注呢更多的这些弱势孩子。那么火红色呢，代表的就是呢热情、热心、热力，它是要颁发给呢我们学校的教职同仁，还有我们的家长们，来表扬、来感谢他们对这些身心障碍学生的一个付出。那蓝色的呢，特教金刚呢，它呢代表的就是一个沉静，积极进取。那要颁发给我们的学校的学生，来表扬他们呢在体育啦、艺术啦一些才能上面的一个杰出表现。台南启智学校希望这个爱心金刚代表着财富，代表热情，代表坚强。会当互收到的人，拢感受到满满的正面能量。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为了拼经济，高雄市长董孙林韩国瑜因为支持9二共识，讲要甲大陆做生意，而且嘛要找台南来合作。不过，议员李文静上午却召开记者会，认为开罗宣言并无讲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哪有9二共识？所以呼吁台南人唔通被骗。伫前中兴大学气管系副教授沈建德的陪同，台南市议员李文静上午召开记者会，批评9二共识根本就无共识，加上专门研究开罗宣言的沈建德嘛认为，所谓的开罗宣言，甲台湾归还中国嘛是无共识，因此批评高雄市长董选林韩国瑜，讲要拼经济，你承认9二共识根本就是假。呼吁台南市唔当去互骗去。即届选举了后的时阵呐，即个高雄的即个韩国瑜伊讲要和中国做生意，和中国做生意呢，当然即个中国伊是有即个前提有条件的啦，就是讲爱承认9二共识啦。即个9二共识啊，即个就是即个叫咱讲承认台湾是中国的啦，袂某做大句啦，因为。开罗宣言根本就无讲台湾是中国的嘛，因即马敢若一直讲爱承认9二共识，要和中国做生意，就爱卖某做大句，就爱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即马高雄要来招台南合作，你毋着台南，莫那变中国的一部分，咱则无爱叫骗你安尼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水票阮啊公园一直拢是侪市民朋友佮伊的休闲空间，但是最近公园内面也出现了侪工程用的围篱，引起民众的关心。议员林美燕会同工务局到场会勘，并且趁机会向民众说明这届公园整修的重点。位伫金华路的水平温公园，一直拢是侪市民运动休闲的好去处。但是最近因为工务局对水平温公园进行整修，甲公园内侪所在拢围起来，后来公园的民众感觉非常不安，惊以后会无所在会使运动甲散步，因此嘛一直询问议员林美燕。对此，议员嘛特别伫6号上午邀请工务局到场会勘，希望工务局会使向民众说明未来将要做啥物工程。最近我看到讲水平温把一些就是做一个围篱啦，所以一些市民干嘛讲到底在做啥工程啦？所以我们今天也请了相关单位来说明啦。事实上，我很仔细看到水平温啦，它有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步道不平的问题。包括儿童游戏场的不足，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喷水池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工程里面，相关单位也讲了，他们花了3000多万的是要来解决我们水平温的现有的问题。那我们期待说，似乎在这个
工程开辟的过程中，必须要让台南市市民能够很明确了解，那哪一方面呢？我们市府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也要求他们在各个地方能够很明确的标示出来，到底要做什么。我们知道水平温公园的使用率很高，所以我们会分期来做围篱来施作哈，然后分期工程也会配合民众的使用习惯来做调整。那首先我们会先针对儿童游戏场的部分，目前这边已经封了哈。那因为这个主要步道，这个是外环步道，民众有在行走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先针对这个步道的部分先来施工。大概预计时程是1个月。那步道施工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围篱退缩回来这游戏场这个部分。那游戏场因为这个工程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游戏场可能会封比较久，会封到明年的2月底。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分区，陆续来分区施工。那我们到时候届时我们的厂商也会配合民众的需求来逐步来开放。那另外，刚才议员有特别提到说，我们针对整个那个水平温公园整件工程的工程内容，我们也会在主要的出入口来做一个明显的告示，包含我们整个工程的期程、还有经费、还有改造的内容，我们都会来做，就是会在主要出入口来做一个说明。除了现在当要开始进行的4项工程的整修以外，针对水平温公园未来要起地下停车场的问题。工务局嘛表示，目前整个计划搁在规划当中，如果有方案出来，一定会甲当地领导甲议员沟通，嘛请民众放心。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湾手庙天坛用宗教对社会关怀心，每一档的年底拢会举办自强号慰问金颁发活动。今年总共有731人受到帮助，每一人颁发慰问金6000块，总共发出438万的善款。手庙天坛所推行的公益活动，拢是以传达向善的正面力量，将爱心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作为目标。以台积的天坛伫主善公益努力，持续将爱甲关怀亲入各层面。今年的自强号岁末送慰问金活动，总共有731位自强号通过审核，6号上午拢来到庙前排队，领出一人6000块的慰问金。台湾手庙天坛按做遮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每一档的即阵，咱拢邀请咱社会，咱需要咱帮忙的人来遮来和咱用上帝来共同来讲欢度咱的过年。今日我感觉讲非常欢喜，今日总共有差不多有700几个人。总共所700几个人的自强号，总共会发达440万。而这个独合非常感谢咱中华日报当市长，咱的社长，庄社长，安尼中华日报所有的同仁来共同，非常公平，非常认真来帮忙咱台湾手庙天坛来做遮有意义的代志。台湾手庙天坛除了扮演好宗教安定人心的任务，嘛以宗教对人的关怀，持续不断累积资源，积极投入社会公益，包括成立养护中心、定期发放学生奖助学金、捐赠普渡的物资，以及岁末的慰问金等等，拢是天坛关怀社会实际作为。
优良的宫庙文化嘛时常受到内政部甲台南市政府的颁奖表扬，相当难能可贵。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湾农特精品看花交流协会主办的2018互爱动起来公益演唱会，日前伫大湾罢工场举办，透过多位歌手的演唱甲义卖，全部的收入拢要捐予慈善机构。上午伫个议员柯志春甲罗坤福的见证之下，举行捐赠仪式。连续2档举办爱心公益活动的台南农特精品跨岸交流协会，今年首次以公益演唱会模式，除了邀请歌手演唱，另外嘛有绿色团体在艺表演，现场配合农特精品的大位义卖，义卖所得全部拢捐予慈善机构。上午伫个议员柯志春甲罗坤福的见证下，分别捐赠予社团法人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甲台南优质生命协会，阮主要的目的除了帮助这公益团体以外，就是把阮这协会成员的产品，大家推广出去，互大家咱即摆一句话啦，上夯的我们的货品要卖出去，把我们的货品介绍给社会大众，那这次的公益活动，我们也办得很成功也受到一些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包括像大成钢啦、俊阳实业等等因提供阮的资源提供资源，互阮去好好来办这公益活动真感谢各位3天的活动扣掉基本的开销，甲侪爱心企业的共同协助，虽然全部剩余只有5万块，不过该协会嘛表示，也是会持续办落去。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侪人共同来做爱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县工会有利恒为了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第29届汉书130个每月经费，遇到有利恒的小朋友演出一场名叫做《祝福》的戏剧，透过演出也互小朋友学到分享甲感恩。创世基金会今年度要募集的韩式吃饱30的金额，目前只募到2成左右。听到这个消息的信公会幼儿园园长，就积极想要帮助创世基金会来找找资金，并且伫咧上午由幼儿园的小朋友演出一段天堂与地狱的戏剧。透过演出的过程，也帮助这寡小朋友了解爱甲分享的意义。我们呢，预计在108年的1月27号礼拜天中午，全台有16个地方要同步来举办第29届的韩式吃饱30尾牙。目前的募集状况只有2成左右。我们这次的目标，全台有4万人参加，那在台南的部分要举办100桌，所以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需要社会大众一起来帮我们认桌。认桌一份是5000元，然后认一个红包是500元。那么，我们这些对象呢，需要靠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怀，一起来支持，让我们这个韩式尾牙的活动可以顺利来举办。创世基金会也邀请到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大家做伙出钱出力。帮助更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高雄超夯的手炒黑糖饮料店，台南分店也伫日前盛大开幕。店内装潢甲饮料的名称，拢是用宫廷风来呈现，连杯仔顶面拢是热门的宫廷剧的台词，成为热门的打卡饮料店之一。业者也趁着草莓季来临，结合抹茶，推出充满特色的限定饮料。会使看到每一杯饮料顶面拢搭咧上热门的宫廷剧台词，互人看了感觉非常好爽。为伫海岸路的饮料业者，除了店内的装潢以宫廷风为主以外，看到饮料的名嘛，敢若像咧看宫廷剧同款，充满特色。业者主打的就是手炒的乌糖加上软 Q 的粉泥。现在嘛，成为少年人热爱的拍卡店家之一。我们台南店这次的装潢风格都是走宫廷风，那包含我们的饮料杯上面的贴纸，也都是结合现在很夯的宫廷剧的里面一些台词，比如说娘娘饶命或者是减肥臣妾做不到，本宫乏了这一类，都是非常所受到大家喜爱。
那现在刚好冬季有出了草莓，我们也结合现在的草莓季做了一系列的草莓产品。珍珠就是我们每日现炒的黑糖珍珠，非常的 Q， 那黑糖也非常的入味，也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黑贵妃珍珠鲜奶这一款商品。为了迎接连绵个要来到的圣诞节，业者嘛结合草莓季，用手拍的草莓酱加上抹茶，推出侪侪限量的产品，因的名嘛拢非常特别，亲像本宫也想过圣诞节。娘娘赏你一帐红顶顶，好啉阁好耍。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趁即马去品尝看卖。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1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2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